均價11184方，買東區文華里，利和文華里5棟一戶型，184平方米，車居全為拆解，每一寸都係價值嘅刻度。喺利和文華里5棟一戶型嘅184平方米，套內約198.1平方米，僵約入面，每一處空間都藏住對品質嘅極致注解。房間尺度，4間臥室都係車式尺寸，主臥約18平方米，含衣帽間加泡瓷主圍，其餘臥室約15到16平方米間，每一間都可以輕鬆擺落大床、衣櫃同休憩區，思享從容。贈送面積入戶花園，部分陽台空間等夾計約14.1平方米，讓得房率突破期待，將更多價值返還俾生活。陽台面積，景觀陽台約12平方米，5.2米嘅面寬夠晒擺低茶台、健身器材，又係看景台，又係生活嘅延伸艙。客廳面積約29.6平方米，5.8米乘以5.2米嘅客廳，足以承載家庭影院、親子互動區、藝術陳列等多元功能，係圈層社交同家庭歡聚嘅核心長約。餐廳面積約15平方米嘅獨立餐廳，可容納8人圓桌加餐邊櫃，令每一次家宴都盡顯排場。從空間嘅廣度到贈送嘅誠意，利和文華里用184平方米嘅戶型，書寫住塔尖生活嘅價值公式。喺呢度，每一寸面積都為品質生活而生。